大家好，我係代表新民黨嘅候選人4號張文嘉 Marcella。新界西南嘅選民，點解你哋要投票俾張文嘉呢？第一，我係唯一擁有博士學位嘅候選人。我喺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博士畢業，我從事過科學研究，嚴謹嘅科研精神將會有助我喺議會入邊更加理性咁樣為你哋發聲，解決問題。第二，我有跨行業嘅工作經驗。喺從事區議員之前呢，我做過中學嘅代課老師，我做過證券分析師，我亦都做過全職媽媽、商界，所以你哋嘅聲音我聽得明。第三，關於地區民生嘅議題，我做區議員期間，我哋爭取過、反映過，亦都有成功嘅個案，所以懇請12月7號大家投票支持張文嘉。